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8，以赛亚书55章13节安尼讲：以前有刺皮的所在，会发出伤悲；有草刺的所在，会发长青树。这要做永远不灭的记号，互恁会记得上主的作为。三甲来祈祷，将咒诅变成祝福，拍远变做丰盛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尊、至圣的荣耀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悬大，是阮应该大大懊恼甲称颂的。主啊！你的嘴所讲出的话，决断无空空倒转，是要照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愿阮遵趁你的话，照你的心意来行做。主啊，阮的心过去是怕远甲孤单，自私、骄傲、苦毒、软弱，才会歹占伫阮的心，总是愿你对答改变阮，因为以前有刺皮的所在，会发出伤悲；有草刺的所在，会发长青树。这要做永远不灭的记号。互恁会记得上主的作为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